各位朋友，歡迎又嚟到合眾連環節目。今日咧又係我幫基哥馮檢基幫大家一齊傾下偈，傾咩問題咧？大家都好關心嘅。其實我哋就好關心，而家目前咧係關心香港。大家知道咧，香港回歸29年啦，29年。你話時間話短真係唔短，話長咧雖然又唔係好長，但係有一個年份咧真係可以對比嘅嚇。今年咧就係中國共產黨成立105週年，香港嘅共產黨咧都係有咁長嘅歷史。咁啊，中國共產黨咧用28年咧就打到江山啦，從小到大，從無到有。行咗28年啦，我哋香港而家做成點呢？雖然成就係唔少，但係問題咧都係有存在嘅。所以咧，今日就幫大家幫基哥，我哋一齊分析下。大家都知道，成日聽噶啦，差唔多日日都有聽呢句話，就係話我哋香港而家行嘅咧就係行政主導。行政主導到底應該點樣行呢？行政主導行得好唔好？其實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真係關係到一國兩制係咪繼續行落去？一國兩制咧就喺回歸25週年時候咧，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嚟香港有個講話，就一國兩制咧，佢嘅意思咧就係差唔多就係要長期行落去，而且咧要唔變形唔走樣。咩叫唔變形啊？唔走樣啊？即係一國兩制咁，呢就係兩制喎，唔係話變成一國一制喎，又唔係話冇國淨係兩制，唔係一國兩制點樣能夠不變形不走樣？我覺得呢個行政指導咧，就對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咧，真係關係重大啦。咁啊，聽下基哥有咩高見啊？嗰個行政主導咧，基本上咧可以話咧，佢有佢嘅歷史因素。當然亦都有佢而家嘅憲法同埋法律上嘅個制度啦。所以歷史因素嘅意思就話咧，其實喺英治年代啊，港英嘅時代咧，基本上都係行政主導嘅，即係可以話港督大晒嘅。咁後來咧先至有行政會議啊，再有委任嘅立法會啊，後來再發展到係有選舉嘅立法會啦。咁呢個行政主導就開始好似由港督大晒，就變咗鬆多啲嘅空間，鬆多啲嘅窗口。甚至當時咧英治年代亦都有一個講法咧，就話諮詢式民主。雖然咧未有選舉，未有成咧，但係我有好多嘅政策委員會啊，將吸納不同意見、不同嘅人士，都入咗不同嘅政策委員會裏面咧，喺委員會裏面俾到意見，甚至有啲委員會咧係有決定權嘅，譬如房委會嗰種啊。咁所以變咗咧，嗰個你睇到咧，英治年代嘅所謂行政主導咧，係一路由緊到冇起頭嘅。50年代60年代，大家知道，即係警察治港嘅又係，即係有3個人走埋一齊就可以話你非法集會啦咁。咁一路咧60年代一路越開越闊，越開越闊，開到最後就係大家知道有啦區議會選舉啦，有市政局選舉啦，有立法會選舉啦咁。咁但係有啲選舉係咪等於係立法主導咧？行政冇得主導咧？又唔係嘅，因為所有呢啲選舉出嚟嘅議會咧，除咗市政局啊，係都冇一個實質嘅政策決定權嘅，個權力都仲會響嗰個所謂港督同埋行政機關嗰度。嗱，呢一個嘅行政主導嘅模式咧，響回歸嗰時嘅討論咧，當然就係特別中央政府認為呢個係如果要保留香港一國兩制嘅話，呢個嘅制度佢認為值得咧保留嘅，因為呢個係睇住香港一路由60年代發展變成80年代嘅經濟蓬勃，變成而家嘅5小龍啊、4小龍啊嘅之一啦，咁甚至係頭添啊。咁於是咧就係用咗呢個作為一個基礎。所以你睇到咧，呢個歷史嘅因素咧，令到寫基本法嘅時候咧，相當多嘅條例咧係寫明咧係行政機關係大嘅，譬如話特首既代表香港嘅第一。第二咧，亦都係政府機關嘅第一，即係首長，所以佢係叫雙首長嘅，係代表香港又代表香港政府。咁所以呢一個憲法嘅地位咧，就令到特首呢個位置係相當之位高權重啦。咁第二咧就係你睇到咧，原來所有嘅政策一定係由行政機關提出，甚至最後行政機關決定。所有嘅法律嘅提出係由行政機關提出，所有嘅香港嘅財政預算案點樣使、點樣開支，亦都係由行政機關提出。咁立法機關喺個時候有咩作用呢？佢係冇一個直接權咧，去主導香港嘅點樣行。佢唯一有個監督權，所以監督權就話：當你提出啲嘢之後，
我作為立法機關咧，可以話俾你聽，我覺得呢樣嘢有意見要修改，呢樣嘢可以加多啲嘢，或者係呢樣嘢我完全不同意，我否定你，即係變咗喺嗰個站喺一個監督嘅位置、否定嘅位置，而唔係一個主動去推動成個香港發展嘅位置。咁我覺得呢個係行政主導、立法監督個運作就係主導而家嘅模式，咁變咗一路運作啦。咁當然運作之後大家知道咧，就係呢幾年咧就有個變化啦，因為19年嘅事件之後咧，令到個選舉制度好大嘅改變咧。咁同埋中央政府啊，以至特區政府個點樣處理香港嘅問題咧，都有一個方向上嘅變化。咁呢個我估係有影響嘅。係咯，其實咧我自己個人認識咧就係全世界咧基本上都係行政主導嘅，任何一個國家一定係行政主導。問題咧就係話呢個作為議會，譬如講有啲國家係兩會制啊，有眾議院有參議院啊，咁佢嗰個制衡咧嗰個權力嘅大小問題，有啲咧就係作議會嘅權力多啲，有啲咧就係議會權力就少啲。咁作為香港嚟講咧，即係基哥講得好清楚啦，我哋實際上咧一定係行政主導，所有嘅方案、所有嘅施政政策係由立法會提出，然後再政府去做咩？一定係政府提出嚟。問題咧就係話議會同埋政府係到底係點樣去配合？我自己覺得咧，其實效果咧就一定係最主要嘅唯一嘅檢驗嘅標準。點解行政主導之後又要揾一個議會嚟監督你？一定係俾好嘅意見你，希望咧成個香港係行得更好嘛。即係話你政府你未必係諗到十全十美，咁有議會咧就希望能夠幫你收到十全十美。咁大概係咪呢種意思咧？希望係咪呢種嘅我哋發展嘅一個方向咧？咁又聽下基哥點講啦。因為任何一個法例或者任何一個政策咧，當你定嘅時候咧，有個重心去推動嘅。咁當呢個重心係未必能夠咧係包括晒所有佢受影響或者冇受影響嘅情況咧，而出現有所漏洞、有所不足。咁呢個咧就係當行政機關去制定一個政策或者法例嘅時候咧，因為佢有個主動嘅目標啊，就會睇唔到呢啲嘢。就算佢睇到之後咧，佢都會覺得放輕啲，暫時唔好理住。咁呢啲嘢一出咗嚟之後，去到立法機關，因為立法機關來自唔同背景嘅議員啊嘛，有功能團體嘅，有直選嘅，有選舉委員會嘅，佢一定會根據自己嘅位置，譬如直選嘅地區多啲啦，功能團體嘅自己個專業界別嘅利益多啲啦，選委會就係一個係大眾啊，即係佢自己嗰個個人身份嘅角度去睇啦。咁於是會睇到你呢啲問題出嚟嘅。咁喺呢個議會嘅討論上邊咧，就會提出，喂，可唔可能呢啲要做多啲啊？或者呢啲做少咗喎，或者呢啲係咪多得滯啊？咁於是呢啲意見咧收集埋之後，就會令到行政機關提出嗰條法例或者政策咧，係可能會有啲修改，做啲加減，而令到嗰個情況更加完整。第二個咧就係當嗰個事實，即係法例通過咗，政策通過咗，出咗嚟做啦，原來發覺一路執行過程裏面咧，啲漏洞先至真正出嚟嘅。咁變咗咧，真正能夠最快感應呢個漏洞咧，理論上就係政府，特別係基層面對群眾嗰啲官員。但係嗰啲官員唔知幾多層啊，先上到決策機關嗰度噶嘛。但係反而立法會議員咧，特別係直選嘅議員咧，佢來自社區噶嘛，第一個感應就應該佢哋有。於是佢就好容易咧，將呢個問題帶翻立法會裏面咧，係有一啲正式嘅討論啊、辯論啊，就提出俾政府嘅修訂。咁所以呢個理論上咧，呢種嘅監督、呢種嘅補充咧，係令到個管治做得更加好嘅。但係當然要立法會議員真係做好呢個監督工作，同埋真係掌握民情、掌握民意，同埋又要夠信心、夠膽講出佢啲問題，講出意見，講出點樣去修改。先頭基哥咧就提出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問題咧，即係因為喺我哋香港咧係個多元嘅社會，個利益咧又係多元化嘅。咁點樣去揾一個平衡？可能咧又係一個立法會需要做到嘅。譬如講房屋問題，我哋到底係私樓起多啲咧，定係公屋起多啲咧，定係居屋起多啲咧？嗱，呢個分配咧其實就涉及到唔同嘅利益啦。譬如講我哋排隊輪候公屋嘅人好多，咁佢哋咧就一定係希望公屋起多啲啦。咁咧但係我哋香港嘅土地又有限嘅，咁你揾晒所有嘅資源都係去起公屋，咁私樓點辦啊？有啲居屋又點辦啊？政府仲有好多社會嘅設施咧，譬如你要起醫院咧，你要起學校咧，你仲有企業，仲要又有基地、工廠大廈都要有嘅。咁你呢啲方面，你點樣去尋求一個平衡嘅利益咧？所以咧，我覺得咧就係各方面嘅議員，好似基哥講到，有呢個直選嘅議員，亦
有功能團體嘅議員，可能大家企喺唔同嘅意見，大家咧都係從為咗香港好呢個總嘅目的去出發，咁啊一定會去揾出一個最佳嘅能夠平衡嘅方案。咁啊當然大家知道啦，我哋香港呢個回歸29年係經歷過好多風風雨雨，好多唔平凡嘅。以前咧係由為反對而反對，咁啊當然就係阻咗我哋嘅政府嘅施政啦。咁啊而家應該嚟講就係冇呢個問題啦。但係咧，我哋而家咧就反而我自己覺得咧，幫好多街坊咧接觸咧，就大家覺得，喂，你議員係咪要咁講嘢咧？你係咪真係將下邊基層嘅聲音能夠反映俾政府咧？即係你議員咁講話，咁將下邊嘅一啲唔同嘅意見提出嚟，呢個係咪叫做阻礙咗行政主導咧？我覺得呢種理解咧就真係要大家要去商榷啦。咁啊，議員，我覺得你無論如何，你咁講話，將你代表嘅階層嘅持份者嘅利益反映出嚟，咁呢個咧都唔係叫做破壞行政主導，反而咧就係促使行政更好嘅去主導，促使施政更好嘅去施政。基哥你又點睇咧？行政主導咧，響嗰個基本法或者係香港嘅法律咧，已經寫到好清楚嘅。你基本上咧就冇人咧可以透過議會啊，甚至個人嘅議員佢講啲乜乜物物唔同意政府呢樣嗰樣咧，而可以改變嗰個所謂行政主導，因為制度上已經俾咗個權行政機關，亦都俾咗個限制你立法機關。咁所以變咗咧，呢個行政主導唔會因人而改變嘅，咁所以我就覺得係要咁樣。但係喺直接運作上面咧，行政主導就唔好將佢變成行政霸道。所以行政霸道嘅意思就話，因為我係行政主導，因為我係話事，因為我係出政策，於是咧當我出咗政策之後咧，我係唔想聽反對意見，我唔想你批評我嘅意見，甚至你係好心但係冇惡意，比較強烈嘅字眼我都唔接受。咁於是咧就會唔會啲議員或者立法機關就覺得，喂，阿頭唔係咁想聽呢啲咁嘅語言喎，呢啲批評喎，啲意見喎，咁係咪我要少講啲咧？咁嗱，我講個好簡單嘅例子啊，宏福苑事件，聽證會出咗啦，好多問題出咗嚟啦，好多部門有講嘢啦，但你發覺每一個部門都係話唔關我事，即係我呢個部門又講推呢個部門，嗰個部門推嗰個部門，但係議會有冇去討論咧？有冇去追究呢一個問題嘅責任咧？有冇當啲部門已經講出咗佢自己，而有啲漏洞好清楚係屬於某一啲部門嘅時候，議會有冇攞翻議會裏面去討論，而於是要求啲部門喺議會上面去作一個正式有文字有記錄嘅交代，從而提出議會議員對呢一個部門嘅漏洞失職，佢覺得要點樣處理咧？係冇啊！於是市民特別係宏福苑嘅街坊咧，覺得我嘅冤啊，168條命嘅冤啊！係冇人同我講一句，呢個就怨氣啦。你唔好以為唔提就唔出現，唔提就等於冇嘅。呢啲仍然藏喺啲嗰隻宏福苑嘅街坊業主裏面，藏喺啲關心呢件事件啲嘅市民嘅眼上面。所以我覺得作為監督政府嘅機構、立法機關、立法會以至立法會議員，我其實呢個舉例咋，仲有其他啲例子我唔講啦。譬如嗰個小巴嗰個安全帶啊咁呢啲我就覺得唔好因為行政主導而冇咗，或者係減低咗，甚至毀滅咗立法監督嘅功能。立法監督係基本法，亦都係憲法賦予立法機關同埋議員嘅職責嚟嘅。基哥講到宏福苑大火嘅問題，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從我自己嘅常識去判斷咧，最後孭飛咧應該係消防。消防呢總艦最後你都應該去到咧，咁但係咧而家冇一個部門認錯嘅。我知啊，未必我嘅資訊係好齊好全，但我自己覺得咧而家好真啊，冇人認錯。咁啊，邊啲街坊幫我講，哇，你要照政府某個部門認錯，好難啊！佢一認錯咁咪孭晒，佢咪要孭晒所有責任，咁啊真係好難。咁啊，無論如何啦，過去你唔追究，未來係咪有一個部門一定要將所有嘅嘢總攬晒去你度呢？我覺得一定係消防，你要總攬晒所有嘅消防問題都要歸翻到去消防嗰度。譬如你嗰個工地個消防做得好唔好，咁最後嘅責任應該係都係要追究到你消防，而唔係追究到咩房屋處啊乜其他處嘅問題。
所以咧就呢個問題咧，其實就呢個立法會咧就可以真係各個議員咧去認真討論嘅。總之先頭基哥又講到，譬如講呢個巴士嗰個安全帶嘅問題，咁你最後政府你都知道咁樣做落去係唔可行嘅，咁你咪要改咯。包括收垃圾袋嘅問題，垃圾袋嘅問題，你而家咧呢個環保署咧可能仲要認真討論。你而家即係所謂垃圾分類啊呢啲嘢咧，其實都冇必要噶啦。人哋而家大陸咧就一個焚化爐全部搞掂晒，你搞到而家咧垃圾都唔夠燒，搭城市要去粵城市度去揾垃圾。香港啲垃圾其實你如果係抵得諗嘅，你咪俾晒深圳去燒咯。其實運垃圾係好簡單嘅事情啫嘛，所以好多嘢都要與時俱進，真係要發揮呢個群策群力。10個人嘅腦袋一定係比你一個人嘅腦袋好嘛。咁你加上你話政府方面，政府有冇佢哋自己嘅利益，有冇官僚主義呢？我覺得係一定有嘅。你官僚主義就係要靠民主監督去克服嘅。所以咧呢個行政主導呢，即係話基哥先頭講嘅，唔係等於行政霸道，而係話行政幫立法會咧係有機咁配合，互相去出力嘅。所以我覺得咧，香港個嘅基本制度咧就係行政主導、立法監督，係8個字，唔係4個字。如果淨係4個字咧，就變咗行政大晒、行政霸道啦。如果有埋立法監督咧，嗰個情況先出現。而立法監督能唔能夠監督唔到咧，監督得好唔好咧？呢個就係立法機關、立法議員自己要把關嘅。所以我覺得要將呢個香港嘅政治制度做好佢咧，我哋基本上已經係憲制上面，甚至行政上面、事實上面咧、歷史上面咧，已經好耐係行政主導，呢個唔會改㗎啦。但係立法監督咧，亦都係基本法賦予立法機關嘅，可以睇唔到呢樣嘢，亦都唔可以搣走呢樣嘢。所以我覺得無論行政機關佢要尊重立法機關嘅監督，甚至要鼓勵立法機關，你監督我啦，我邊樣唔妥你講出嚟啦，唔使收埋啦，唔淨止私下要公開傾都唔怕。因為當公開傾咧，先至反而俾到市民對立法機關有信心。而公開立法機關講咗出嚟之後，行政機關聽到有錯必改，有好做得啱嘅就必嘉獎嘅話咧，人哋又會覺得行政機關處事公道。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正面嘅一個運作模式嚟。即係我覺得基哥呢8個字講得好好啊！行政主導、立法監督。事實上咧，即係話我哋睇翻而家世界上主要2大體系啦，一個西方嘅制度，一個係大陸呢方面嘅制度。就算係大陸方面，都有人大、有政協監督，係不可或缺嘅，係一定要有嘅。其實咧，稍為有常識嘅人都知道呢個問題。咁我哋今日就傾到呢度。咁啊，大家記住基哥俾我哋8個字。行政主導、立法監督呢句話係咪將來我哋行好一國兩制係可以作為一個借鑑嘅8個字呢？大家不妨咧就係拭目以待。咁我哋今日先傾到呢度，拜拜。